好啊，講一個椰汁紅豆糕。用料：椰汁、粘米粉、澄麵、砂糖、紅豆、清水。做法：先將紅豆洗乾淨，用暖水浸約3小時。濾水去水分，過去水分。上碟隔水蒸熟備用。將粘米粉、澄麵混合，過篩，揾個篩下去1大碗中，加入清水1杯，拌攪成米漿備用。將椰汁注入煲中煮熱，加入砂糖，至砂糖完全融化，即將椰汁沖入米漿中，拌攪成糊狀備用。準備數個小碗，均勻塗上少許生油，蒸熟將米漿注入，至8分滿，加入少許蒸熟紅豆，再以大火隔水蒸約20分鐘，取出，待冷卻後即可反扣碟上枱進食。呢個就係椰汁紅豆糕啊！椰汁紅豆糕，汁紅豆糕啊！講呢個好啦，椰汁紅豆糕，拜拜。